嗱，大家信唔信？等你老咗病到萬因一息，插滿喉管瞓喺醫院個張凍冰冰嘅病床上面，最先嫌棄你，最快覺得你係個大包袱嘅，往往唔係其他人，就係你嗰啲同父同母號稱血濃於水嘅親生兄弟姊妹。各位台灣嘅老友記，大家好！好多人聽到我開波講呢句話，心入面可能即刻會彈起一把火，話老師你講到咁絕，我哋幾兄弟姊妹由細玩到大絕，同一條褲長大，打死不離親兄弟喎。大家唔好勞氣住，聽我慢慢講。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個好殘酷，但係你過咗50歲、60歲之後，必須要睇通睇透嘅人生真相。呢個真相就係所謂嘅血濃於水，好多時根本就係晚年最大嘅一場騙局。你越係迷信呢4個字，你晚年就越容易跌入萬劫不復嘅森林。我哋試下幻想一個畫面，極度真實嘅台灣社會縮影。有朝一日，你因為跌親或者中風住咗入健保病房，你聞住嗰陣陣嘅消毒水味，聽住旁邊心跳機滴滴滴嘅聲嘅，你以為你啲兄弟姊妹會好似細個咁呢？第一時間北過嚟保護你？錯啦，你只會見到佢哋企喺病房外面條走廊度嘅，細細聲喺度爭論啲咩？唔係爭論點樣醫好你，而係喺度推搪。今晚邊個留低陪夜啊？我聽朝要幫個女泌尿酸返學喎，啲醫藥費點計先？我份勞保退休金仲未落袋，我最近手頭都好緊㗎。呢啲對話日日都喺各大醫院上演緊。呢個時候你瞓喺張床度望住天花板，你先至會如夢初醒。原來兄弟姊妹嘅感情喺大家各自成家立室，甚至父母走咗之後，就好似一張過期嘅支票。你一直將呢張支票放喺櫃桶底上面，寫住好大個銀碼，寫住手足情深，有難同當。你以為自己好有底氣，以為萬一有事，隨時可以攞去做嘢。但係當你人生真正遇到大風大浪，真係要攞住呢張支票去銀行嗰陣，櫃底職員會冷冰冰咁同你講，對唔住，呢張支票已經過咗期，一文不值。點解會搞成咁？其實唔係你啲兄弟姊妹突然變咗十惡不赦嘅壞人，而係因果定律同人性本來就係咁。尤其係我哋台灣嘅老友記，特別受傳統文化影響。台灣社會好好講舊宗族觀念，成日教我哋長兄如父，長子如母。好多做大師兄大師姐嘅，由10幾20歲開始就被呢種道德金枷鎖，死咗一生嘅。我識得一個喺桃園嘅老街坊叫英姐，英姐後生嗰陣讀書好叻，但為咗供下邊2個細佬讀大學讀醫科，佢毅然放棄咗升學，走去工廠做女工，捱緊底夜，到細佬結婚買樓，英姐連自己嘅私己錢都攞埋出嚟幫補。佢覺得呢啲係應該嘅，因為大家係一家人。到咗今日，英姐60幾歲，長年勞轉搞到周身病痛，要換人工關節。佢以為嗰個做醫生嘅細佬會出錢出力照顧佢，結果呢，細佬過年過節的確會封大利是俾佢。但當英姐做完手術，想去細佬台北間大屋休養幾日嗰陣，細佬就面有難色咁話，家姐，我老婆唔係好中意屋企有外人，不如我幫你揾間好啲嘅安老院啦。外人呢2個字好似把刀咁直插英姐個心，為咗頭家奉獻咗大半生，臨老竟然變成咗細佬老婆眼中嘅外人。大家明唔明呢個因果？佛家有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呢。其實人與人之間嘅緣分，包括兄弟姊妹，都係因果業力嘅牽引。大家投胎做兄弟姊妹係上半生嘅緣呢，但係易經講陰陽消長，任何事物到咗極點就會轉化。大家有冇諗過，點解細個嗰陣大家咁親密，大個咗反而面咗咗？因為父母喺度嗰陣，父母就係屋企嗰張大圓台，係一塊大磁鐵，過年過節大家翻去食團年飯，
係睇喺父母份上，係為咗哄老人家開心。當父母百年歸老，呢張台就散咗，塊磁鐵就冇咗磁力。嗰一刻開始，你哋就唔再係傳統意義上嘅一家人，而係各自有各自家庭，各自有各自因果軌跡嘅親戚，即係咩？即係過年過節喺拉家族群組 send 張長輩圖，講句早安，身體健康。平時各有各忙，河水不犯井水，人哋有老婆仔女要養，有自己嘅車貸房貸要供。如果你仲係用以前嗰套一家人嘅標準去要求對方，覺得我有事你一定要幫你買樓，我一定要出錢，咁你注定會極度痛苦。你越係強求，越係會干涉他人嘅因果，最終只會種下惡因，搞到大家連表面嘅和氣都維持唔到，反目成仇。所以睇通睇透呢一點，你晚年先至有機會過得清靜安穩。各位台灣嘅老友記，今日老師喺度要俾大家一個極度重要嘅忠告：人過50，步入晚年，想下半世無病無災，爽過做神仙。你唔好再指望老伴，更加唔好煩啲仔女，亦都絕對唔好再對兄弟姊妹有咩不切實際嘅幻想。求人不如求己，你晚年唯一要做嘅就係死死守住3樣嘢，呢3樣嘢就係你晚年保命嘅最後護身符。大家留心聽住啦，接落嚟我要講嘅第一樣同第二樣嘢，可能大家平時都有聽人講過，但知行難。不過最重要嘅係第3樣嘢，老師咁講，台灣9成以上標榜自己重情重義嘅老友記，根本就過唔到呢一關，做唔到呢一點。但偏偏呢，第3樣嘢先至係最致命、最決定你晚年到底係上天堂定係落地獄嘅關鍵。你一日做唔到第3點，你一日都仲係親戚眼中嘅提款機同水魚，注定你晚年會過得好涼。到底呢3樣嘢係咩？點解第一樣嘢守唔住，連親情都會瞬間灰飛煙滅？接落嚟一堂課，我哋就嚟揭曉。晚年第一樣打死都要守住嘅護身符係咩？冇錯，就係你嘅老本，即係你副身家，你嘅棺材本，你幾十年捱生捱死換翻嚟嘅勞保、勞退同埋銀行定存。各位台灣嘅老友記，我老師睇過太多極度辛酸嘅真實個案，我發覺好多台灣嘅阿哥阿姐對自己真係孤寒到一個點，苛刻到令人心痛。你哋試下回想下自己或者身邊嘅老朋友，係咪成日過住啲咁嘅生活下？做4、5點，兩公婆專登行去黃昏市場，唔放新鮮菜，硬係要企喺檔口等收檔，為咗爭嗰幾十文台幣去揀啲爛葉菜、平價肉，夜晚去全聯福利中心，明明肚餓都唔買嘢，食住硬係要企喺個生冷雪櫃前面等個店員行埋嚟啫。喺啲便當上面貼嗰張8折、6折嘅特價貼紙，一貼完就成班老人家邊上去搶，為咗慳嗰少少錢，企到對腳酸痛都覺得值。平時去醫院睇門診，明明痛到行唔喐，連搭程的士，即係計程車都唔捨得，硬係要逼公車轉捷運，出入都要計住。但係呢，好奇怪嘅，呢班對自己孤寒到死嘅老友記，一對住啲兄弟姊妹，就好似突然中咗降頭咁，變得無比大方疏爽。有日啦，你個細佬或者阿妹打個電話俾你，喺電話另一頭聲淚俱下咁話：阿哥啊，家姐啊，我個仔準備喺台北買樓結婚，但係首期仲爭80萬台幣。你知啦，而家啲後生仔上車幾難，你做大伯嘅，由細睇住佢大，你忍心見到佢結唔成婚咩？你借住筆錢過我頂住先啦，我遲啲一定還俾你。又或者話我最近做生意周轉唔靈，爭出面幾十萬，銀行又唔批貸款，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個擔保人啊？呢個時候你嗰種台灣傳統家庭根深蒂固嘅長兄如父、長子如母嘅責任感又全部湧晒出嚟。你望住存折入面嗰筆你辛辛苦苦一分一毫儲落嚟嘅養老金，心入面不斷天人交戰。唉，一家人血濃於水，佢有難，我點可以見死不救？我都老啦。
啲錢留喺度都帶唔走，幫得就幫啦。於是你心一軟，走去郵局，走去銀行，將自己準備用嚟救命嘅錢，甚至將自己層樓安俾銀行，全數將筆錢過數俾佢。你以為你做咗件大好事，你以為佢會感激你一世，你以為將來你有事佢一定會湧泉相報。結果呢，老師今日要狠狠地提醒你，千祈唔好用你自己嘅善良去挑戰人性嘅底線。記住我呢句說話，借錢嗰日你哋係手足，佢當你係救苦救難嘅觀世音菩薩，到你要追債嗰日，你哋就係不共戴天嘅世仇。等到有日你真係急病入醫院，醫生同你講健保唔包，要自費做個大手術，要幾十萬換個人工關節，或者你中風需要請個外籍看護，每個月要幾萬文開支，你迫於無奈，唯有面懵懵咁打電話俾你個細佬，想叫佢還翻少少錢俾你應急救命嘅。你估佢會點答你？佢分分鐘變咗另一個人，語氣冷淡咁話：阿哥，我都想還俾你，但我最近手頭真係好緊啊！嗰啲車貸房貸壓力好大，個孫又要交補習費，你做咩後生嗰陣唔買多份醫療保險啊？你啲仔女冇俾家用你咩？你再俾多啲時間我啦，我真係渡唔到出嚟啊！更有甚者，知道你打嚟追債，連電話都唔聽，拉信息已讀不回，甚至直頭 block 埋。你嗰一刻你瞓喺病床上面係咩心情？你個心直頭好似跌咗落冰窟窿咁，凍到入心入肺。你慳埋，連全聯一個原價便當都唔捨得食，將啲血汗錢俾佢個仔去買台北豪宅，到你命懸一線要錢救命，佢連救命錢都唔肯還俾你。呢個就係所謂嘅血濃於水，呢個根本就係一場吸血嘅騙局。點解會搞成咁？其實因果定律一早已經寫好，佛家講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呢，金錢就割。就係最深嘅業力牽行。當你將自己嘅老本借出去嗰一刻，你已經將自己晚年嘅命運交託咗喺人哋嘅良心上面。但係人性係經唔起考驗㗎，大家一定要銘記老師今日講嘅殘酷真相。喺親戚面前，你嘅尊嚴唔係因為你年紀大輩分高，而係由你個銀包你本存摺嘅厚度去決定嘅。俗語都有話，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你有錢，你晚年就係家族入面嘅老佛爺。過年過節佢哋就識得大包細包上門拜年，對你恭恭敬敬，叫你一聲大哥大嫂。你冇錢仲要周身病痛，佢哋就當你係瘟神係包袱，避之則吉，驚你問佢哋借錢。所以60歲之後，大家一定要學識認錢唔認人，守住你嘅老本就係守住你晚年嘅骨氣同尊嚴。你有錢喺手入醫院，可以住最靚嘅單人病房，可以請最好嘅看護，想食咩就買咩，唔使睇任何人面色，包括你啲親生仔女同兄弟姊妹錢。雖然買唔到真正嘅親情，但係絕對可以幫你擋住99%人性嘅醜惡。咁具體應該點做？有人同你借錢，特別係兄弟姊妹，你要點樣見招拆招？記住打死都唔好借，更加絕對唔可以做擔保人。你要學識哭，學識將個波推走。下次細佬或者親戚再打嚟借錢，你要學識做戲，要表現得慘過佢。你要用好虛弱嘅語氣同佢講：哎呀，細佬啊，你打嚟得啱啦，我都正想揾你。我最近身體好差，醫生話我心臟有事，可能要做個大手術，分分鐘要幾十萬台幣。我啲棺材本之前已經幫仔女買樓鎖死晒，或者買晒長年期嘅儲蓄保險，攞唔到出嚟。我都諗住厚住面皮問你借5萬蚊去睇醫生添，你可唔可以幫幫阿哥啊？我包保佢聽完呢番說話，語氣即刻180度大轉變。嗱聲話，喂，阿哥，我呢邊收得好差啊，轉頭秒速收線，以後都唔敢再提借錢呢回事。老友記，自私啲，保護自己嘅銀包，呢個唔係絕情，而係晚年嘅生存智慧。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
老師，我大把錢，我勞保加埋銀行定存有幾千萬台幣，我唔驚人借我大把尊嚴。嗱，你以為有錢就大晒，有錢就一定晚年幸福，無往而不利，大錯特錯。就算你有金山銀山，如果你守唔住接落嚟我要講嘅第二樣嘢，你啲錢最終只會變成天文數字嘅醫藥費。你瞓喺床上，你啲兄弟姊妹一樣會睇你唔起，甚至會喺你床前暗中盤算點樣分你份遺產。到底呢，第二樣要死守嘅護身符係咩？點解話久病床前無孝子？親情喺現實面前薄過一張紙。接落嚟一堂課，我哋繼續傾老友記。如果你有錢就大晒呢個想法，我只能夠話你太天真，未真正睇透人生嘅殘酷。晚年第二樣打死都要死守嘅護身符，就係你嗰副老骨頭，即係你嘅健康。大家要明白一個鐵一般嘅定律，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句話唔係講笑，係無數人用血淚總結出嚟嘅因果。大家試下諗下台灣而家嘅社會現況，你啲親生仔女每日朝九晚六返工，要面對高通薪呢，要供車供樓，又要供自己啲仔女讀補習班，佢哋每日收工返到屋企已經攰到成隻狗。咁如果呢個時候你唔好彩中風或者跌斷骨，搞到大小便失禁，要長期攤喺張床度，你估你啲仔女可以撐到幾耐？頭一個月佢哋可能仲會好有孝心，日日煲湯去醫院探你。第二個月佢哋嘅耐性就開始被現實磨滅，因為請假會扣人工，甚至隨時連份工都保唔住。到第三個月，面對住噴大嘅長照壓力，佢哋可能已經面如死灰，連同你講多句嘢嘅力氣都冇，最後迫於無奈只能夠請個印尼或者菲律賓籍看護，將你交俾一個言語不通嘅陌生人去照顧老友記。你聽好啦，連你10月懷胎親手養大嘅親生仔女，喺殘酷嘅長照壓力面前都會崩潰，都會退縮。咁你憑咩覺得嗰啲平時各有各家庭、各有各生活嘅兄弟姊妹，會喺你病到奄奄一息嗰陣走嚟你床前照顧你，為你把屎把尿？我同大家講個極度真實發生喺高雄嘅例子。我識得一個阿強伯，佢係屋企嘅大哥。阿強伯後生嗰陣真係好顧家，開咗間五金廠，為咗幫下邊3個細佬妹買樓成家，佢日做夜做，應酬飲酒，將自己副心肝脾肺腎全部透支晒。佢成日同人講，我做大哥嘅當然要照顧細佬妹，長兄如父嘛。到阿強伯65歲嗰年，積勞成疾，肝硬化，加埋中風，直入高雄長庚醫院嘅加護病房。大家估下，佢嗰3個當年靠佢接濟先有今日嘅細佬妹係點樣報答佢？阿強伯入院頭幾日，佢哋的確有出現，3家人夾錢買咗個幾千萬台幣嘅超大水果籃呢，浩浩拖歌咁走入病房，跟住呢，佢哋企喺病床旁邊，攞部手機出嚟，咔嚓一聲影張大合照，然後即刻 send 上去佢哋個黃氏家族 Line 群組，下面寫住：今日探望大哥，祝大哥早日康復，我哋永遠是一家人。影完相，做完場大龍鳳之後呢，佢哋企咗唔夠15分鐘就開始睇手啦，話：哎呀大哥，我下晝仲要返公司開會，阿哥，我個孫差唔多放學，我要趕住去接佢。然後一個二個腳底抹油，走得快過火箭之後嗰大半年，阿強伯因為病情反覆，一直住喺療養院。佢嗰幾個細佬妹再冇出現過，甚至乎阿強伯嗰個仔打電話去，想叫幾個阿叔姑姐幫手分擔少少自費嘅醫藥費。佢哋竟然喺背後講風涼話，哎呀，強哥啲仔女真係唔孝順啊！老豆病咗就想推卸責任俾我哋啲長輩，我哋自己都有頭家要顧噶嘛，邊度有錢啊？甚至仲有人暗中打聽阿強伯間5金5廠同幾層樓，第時遺產會點分？各位，呢啲就係赤裸裸嘅人性，喺病魔同利益面前，所謂嘅手足情深根本不堪一擊。兄弟姊妹之間嘅感情就好似一件好靚嘅晚禮服，
睇落去好高貴、好溫馨呢，但係絕對唔可以攞嚟做粗重嘢，亦都唔可以為你遮風擋雨。當你冇咗健康，要貼喺張床度等人服侍嗰陣，你喺親戚眼中就再唔係當年嗰個威風八面嘅大哥大姐，而係一個會拖累佢哋嘅無底深淵。所以老師奉勸全台灣45歲到70歲嘅老友記，你哋下半生最重要嘅投資唔係買幾多股票，亦唔係幫啲兄弟姊妹幾多忙，而係保養好你自己呢副老骨頭。點樣守住嗰副老骨頭？首先，你一定要戒掉嗰種家族救世主嘅心態。我見過太多台灣嘅長輩，明明自己膝頭哥已經退化，行路都痛，但當細妹一句，家姐，我個女要生仔，我又要返工，你可唔可以過嚟台北幫我練到幾個月孫啊？你居然唔識拒絕，死頂住去幫人做免費保姆，搞到自己腰酸背痛，連覺都瞓唔好。又或者明知自己有高血壓、心臟病，但兄弟姊妹有咩紅白二事、家族糾紛，你硬係要強出頭，頻頻卜去幫手處理爛梯子，搞到自己激氣傷身。各位夠啦！收手啦！你已經為呢個家族奉獻咗半世人，你嘅責任已經完咗啦。已經有講天地之大，德若身，人最重要嘅係保存自己嘅生命同元氣。你唔好好愛惜自己嗰個身體，有事嗰陣受苦嘅只係你自己，痛嘅係你身上嘅肉，冇任何人可以幫你分擔半分。由今日開始自私啲，將時間同精力留返俾自己，得閒就去公園打下太極，去陽明山或者柴山行下山，吸下芬多精呢，去市場買嗰啲最靚嘅排骨土雞煲湯俾自己同老伴飲呢。夜晚早啲上床瞓覺，保持心情開朗。只要你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唔使人扶唔使人餵，你就擁有晚年最大嘅底氣同尊嚴。你健康啲親戚見到你都要敬你3分。你一病啊，佢哋只會驚你借錢，驚你揾佢哋幫手。大家明唔明白呢個因果？健康就係你晚年最強大嘅風水陣。好啦，老本要守住，老骨頭又要守住。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老友記會話，老師你講得好啱，我都知要有錢有健康，但係每次我啲兄弟姊妹一開口求我，一用親情嚟逼我就會心軟，我就會覺得自己好自私，好有罪惡感，我根本拒絕唔到佢哋啊。冇錯，呢個就係最致命嘅盲點。如果你過唔到自己心入面嗰關呢，就算你有再多嘅錢，再強壯嘅身體，你最終都會被呢啲唔健康嘅親情榨乾榨淨。點樣先可以優雅地斬斷呢啲消耗你嘅親情過間呢？接落嚟一堂課，我哋揭曉終極法寶。點解現實生活中有90%以上嘅老人家依然做唔到？點解明明自己周身病痛，戶口冇乜錢，只要細佬妹一開口，你依然會好似鬼揞眼咁，將自己僅餘嘅資源雙手奉上？答案好簡單呢，因為你哋過唔到自己心入面嗰一關。你哋被台灣傳統嗰套家族情結同孝道深深咁撳架住，每次你想拒絕，你個腦入面就會彈出一把聲音：如果我唔幫佢，阿爸阿媽喺天之靈一定會怪我。我哋係親兄弟，我見死不救，親戚朋友會點睇我？我咪成個冷血動物咁。呢種強烈嘅罪惡感就係你晚年呢痛苦嘅根源。所以今日老師要同大家揭曉，晚年第3樣亦係最致命、最重要、必須死守嘅護身符，就係自私啲嘅心態，或者我哋可以叫佢做高級嘅自愛。大家聽到自私呢2個字，可能即刻會好反感，覺得老師你係咪教壞人呢？其實唔係。我哋先嚟睇下中國幾千年最高智慧嘅結晶易經。老祖宗係點樣睇家人呢2個字嘅？易經入面有64卦，其中第37卦就叫做家人卦。呢一卦嘅卦象係風自火出，即係下邊係火，上邊係風。火喺入面燃燒，風喺外面吹拂，代表屋企入面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同職責，
各有各嘅天地，已經對家人卦有一句極之精煉嘅判詞，叫做同居而不同行。呢6個字簡直係一語道破咗親情嘅真相，係幾千年嚟最高級嘅心理學。咩叫同居而不同行？即係話你哋做兄弟姊妹細個嗰陣，大家因為血緣關係住喺同一個屋檐下，食埋同一煲飯，呢個叫做同居，係上半生嘅緣分。但係當大家慢慢長大，各自結咗婚，生咗仔嘅，每個人嘅命運滾之咧，因果業力就已經完全唔同咗。呢個就叫做不同行。你嘅細佬可能注定一生財運反覆，要經歷破產先學識珍惜。你嘅阿妹可能注定婚姻波折，要受盡情傷先學識獨立。呢啲係佢哋自己嘅因果，係佢哋人生必須要行嘅路，要渡嘅劫。但係你偏偏要用所謂嘅長兄如父、長子如母去干涉佢哋。細佬鬥錢爭人周身債，你驚佢俾人斬，你攞自己嘅退休金去幫佢還。阿妹同老公嗌交鬧離婚，你驚佢一個女人帶住嗰啲仔女陰公，你又出錢又出力幫佢頂住。老友記，你以為你係嗰度大慈大悲普度眾生嘅？錯啦！用佛家嘅角度嚟講，你呢啲叫做干涉他人因果。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業力，你幫佢還債，佢冇受過真正嘅切膚之痛，佢點會戒呢？結果只會係高得越嚟越大，最後連你層樓都輸埋。你幫阿妹頂住個頭家，佢就永遠學唔識自己承擔責任。你唔單止幫唔到佢哋，反而剝奪咗佢哋喺挫折中成長嘅機會。呢個先係真正嘅做惡業。更何況你嘅能力根本承擔唔起其他人嘅因果，就好似兩棵種埋一齊嘅樹，地下嘅根可能係纏繞住嘅，但生出地面之後就必須各自向住唔同嘅方向生長，各自去吸收陽光雨露。如果其中一棵樹硬係要挨落另一棵樹上面，當打風嗰陣，承受重量嗰棵樹就會連根拔起，最後兩棵樹攬住一齊死。各位台灣嘅老友記醒下啦，你唔係救世主，你只係一個有血有肉、會老會病嘅普通人。父母走咗之後，你對兄弟姊妹嘅責任就已經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咁完結咗。你而家個最大嘅責任係邊個？係你自己同埋你身邊嗰個陪你捱咗幾十年嘅老伴。社會成日話自私係唔好嘅，但老師今日要重新定義自私。喺你60歲之後，你嘅自私其實就係對你自己啲親生仔女最大嘅無私。大家諗深一層，如果你為咗幫你細佬搞到自己棺材本都冇買，或者為咗幫阿妹移動孫搞到自己中風間咗喺床，最後要幫你執手尾，要出錢出力照顧你下半世嘅係邊個？咪又係你自己啲仔女。你忍心為咗成全你自己好哥哥好姐姐嘅虛榮心，將個千斤重擔掟落你自己啲仔女身上，你咁樣做對得住你啲仔女咩？呢啲唔係偉大，呢啲先係真正嘅極度自私同愚蠢。所以晚年學識自私啲，保護好自己嘅錢袋，保養好自己嘅身體，保持自己心情愉快，唔好拖累仔女。呢個先係你晚年最高級嘅修行，先係真正為仔女積福積陰德。咁喺現實生活中，我哋應該點樣拿捏呢種自私嘅分寸？點樣面對兄弟姊妹？老師教大家4個字：君子之交，古語有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晚年對待兄弟姊妹最好嘅距離，就係將佢哋當做一個識咗幾十年嘅老街坊、老朋友。得閒過年過節，大家約出嚟去茶樓飲杯普洱，食2籠燒賣，或者去陽明山行下山，去大道瓊飲杯咖啡，大家坐低傾下細個嗰陣一齊喺鄉下捉金龜子，一齊偷食阿媽啲糖嘅開心回憶，將手足情淨係停留喺童年見證人呢個層面。但係一旦話題牽涉到借錢、擔保爭家產、幫手面到孫呢啲現實利益，你就要即刻起一道防火牆。你要學識好溫柔，但極度堅定咁講句說話。哎呀，細佬或者阿妹聽到你咁樣，我都好戥你心急，但係真係對唔住啊！
我都老啦，能力有限，我真係幫你唔到，你自己諗辦法啦，我精神上支持你。講完呢句，無論佢點樣喺你面前喊，點樣用父母嚟壓你，點樣喺親戚面前唱衰你都要做到心如止水，左耳入右耳出。你要明白佢唱衰你係因為佢佔唔到你便宜，佢發脾氣。但如果你因為怕俾人唱而心軟，你損失嘅就係你下半世嘅安穩。俾人鬧兩句冷血自私係唔會少忽肉嘅，但如果俾人壓清光棺材本，你就真係會死無全屍。大家記住已經講嘅同居而不同行，放低對手足情深嘅執着，切斷唔健康嘅親情結聽。當你真正做到內心強大，允許自己自私，唔再被道德綁架過客，你會發現你個心會突然之間變得無比輕鬆，就好似放低咗一泥砸住你幾十年嘅大心頭大石一樣。你嘅晚年先至會真正屬於你自己，你可以用自己嘅錢去完成後生嗰陣未完成嘅夢想。你可以同老伴輕輕鬆鬆去環島遊去旅行，你可以安靜咁坐喺屋企個露台沖杯靚茶，靜觀歲月靜好，呢啲先係真正爽過做神仙嘅神仙日子。好啦，講到呢度，我相信好多老友記個心入面都經歷緊一場大地震，有人可能會流眼淚，有人可能會如釋重負。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將今日講嘅呢套晚年保命智慧真正落實到我哋嘅生活入面？如果你而家正喺度俾兄弟姊妹欺壓緊呢，你應該點樣做出反擊？接落嚟嗰一堂課，老師會教大家點樣用一個最簡單嘅動作去為自己立定界線呢，同時幫自己積累無量嘅福報。各位台灣嘅老友記，終於嚟到我哋今日呢條長片嘅最後一節啦！一口氣聽我老師講咗咁多殘酷嘅真相，拆解咗咁多街坊鄰里嘅血淚史，我相信大家個心入面而家一定係百感交集。有啲人可能覺得好心酸，回想起自己過後幾十年食過嘅死貓受過嘅委屈；有啲人可能覺得好似俾嗰個兜頭淋咗盆冷水，終於大徹大悟，如夢初醒。無論你而家係咩心情，老師都想同你講一句：過後嘅心酸就由得佢過後，下半生嘅幸福由今日開始，完全掌握喺你自己手入面。老師知道自己年紀大，講嘢有時比較長氣，但我真係好驚大家聽完轉頭去個廁所飲杯水就唔記得晒，所以喺呢度我一定要好似老朋友咁，再長氣啲，再肉緊啲，同大家做一次保姆級嘅重點復盤。大家當係幫自己個腦做一次大掃除，將呢3個晚年保命嘅護身符深深咁刻入去你嘅潛意識入面。聽好啦，晚年想過得安穩，想唔使睇人面色，你打死都要死守呢3樣嘢。第一，死守你嘅老本，記住喺親戚面前，你嘅尊嚴絕對唔係靠你個大伯家姐嘅名租，而係靠你本存折，你嘅勞保退休金撐起嚟嘅。借錢免問，擔保免傾，任何人，包括你最親嘅細佬妹，如果佢哋用親情嚟要哄你借錢，你都要學識哭窮。你要明白，借錢出去嗰陣呢，佢當你係神啊，到你要追債救命嗰陣，佢就當你係瘟神，保住你嘅棺材本，你就保住咗晚年遮風擋雨嘅最強底氣。第二，死守你嘅老骨頭，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個係鐵一般嘅因果定律，連你親生仔女都未必頂得順台灣嗰種噴大嘅長照壓力。你憑咩覺得隔咗重山嘅親戚會理你死活？唔好再為咗幫兄弟姊妹處理爛攤子，幫手二度孫呢，而透支自己嘅健康，得閒去公園打下太極，行下山，食好啲，着暖啲。你行得走得，無病無痛，先至係你下半世最大嘅本錢。你健康，佢哋就敬你；你一病，親情就薄過一張廢紙。第三，亦係最致命最難做到嘅一點，死守自私啲嘅心態。記住已經家人掛嗰句至理名言啊，同居而不同行。父母走咗，你對兄弟姊妹嘅責任就已經徹底完結。
大家各有各嘅因果，各有各嘅業力。你唔係觀世音菩薩，你冇能力，亦都唔應該去干涉佢哋嘅因果。放低長兄如父、長子如母嘅道德禁架，允許自己自私啲，將精力留返俾自己同老伴，暫斷嗰啲只會消耗你嘅親情惡行，你先至可以真正得到大解脫。各位老友記，老師講咗咁多，其實最終都係想講返去國學同因果嘅核心。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你祖墳葬喺邊，亦唔係你屋企擺咗幾多個水晶洞，而係你嘅人心，你嘅心態。佛家講萬法唯心造，當你個心充滿住對親情嘅執着，充滿住不甘心，覺得點解我付出咁多佢哋，咁對我嗰陣，你嘅氣場就係負面嘅。你嘅晚年就一定充滿怨氣同病痛。但係當你一旦睇通睇透，學識咗高級嘅自愛，放低對外在人士嘅強求，你嘅心就會變得清淨嘅。心清淨，業障就自然會消除，心開朗，好運同健康呢，自然就會跟住嚟。呢個先至係真正嘅修心一修明。好啦，講到呢度，老師要交低一個極度重要嘅任務俾大家。我知好多台灣嘅老友記性格都好溫和，就算平時俾兄弟姊妹欺壓搵笨，都唔好意思開口鬧交，經破壞表面嘅和氣，結果屈到自己就嚟心病。今日老師就教你哋一招無聲勝有聲嘅絕地反戒。如果你覺得今日老師講嘅呢番話真係句句都戳中你嘅心聲，講出咗你屈喺心入面幾十年都唔敢講嘅委屈，我懇請你動動你嘅手指，將呢條片嘅連結直接分享轉化去你哋嗰個平時只會 send 長輩圖嘅 LINE 家族群組入面，甚至乎轉發俾嗰個成日揾你着數嘅親戚睇。大家唔好驚咧，你轉發出去唔需要配任何文字，唔需要同佢哋嗌交，你就由得老師喺條片入面做呢個衰人，由我嚟點醒佢哋。呢個動作其實係一種非常強大嘅心理暗示。你轉發一次就等於喺你同佢哋之間畫下咗一道清清楚楚嘅界線，等於你無聲咁同佢哋宣告，我已經睇透咗啦。以後唔好再旨意可以隨便揾我笨啊！同時大家要明白因果循環嘅道理。所謂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你今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可能你身邊有某個老朋友正準備將自己畢生嘅積蓄借俾個不肖嘅細佬，可能有一個阿姐正因為親戚嘅冷漠而匿埋喺屋企喊，因為你嘅一次轉發，佢睇到咗老師呢條片，佢突然間醒覺，間崖勒馬，保住咗棺材本，少生咗一場大病。大家知唔知呢個就係你積累落嚟嘅無量福報同陰德呢？你幫人避開一個劫，嗰天自然會擠返一個善果俾你，保佑你晚年順風順水。最後老師想同大家做個深度嘅心靈交流。台灣社會咁大，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深信喺金幕面前嘅你，一定有好多收埋喺心底，連自己老伴都未必敢講嘅委屈實。所以老師想喺度呼籲大家，你覺得時至今日，兄弟姊妹之間仲有冇純粹嘅親情？喺你人生入面有冇試過俾親兄弟姊妹過橋抽板、搵笨或者令你鐵底心寒嘅經歷？唔好再屈喺心入面啦！歡迎大家爭約喺下面嘅留言區講出你嘅真實故事，吐下苦水，將呢度當成你嘅樹洞，只要講出嚟，心入面嘅鬱結就會散。如果你同意老師今日嘅觀點，決定由今日開始學識愛自己，麻煩大家喺留言區打出親疏或者睇透呢兩個字，等我哋凝聚一股強大嘅正能量磁場，互相扶持，一齊種善，因得善果。當然啦，如果你覺得老師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少少啟發，覺得聽得入耳，麻煩大家俾個讚好，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同埋撳埋個小撳鈕。
你嘅每一次點讚同訂閱都係對老師最大嘅支持，等老師有動力繼續用易經同國學智慧陪大家行好人生嘅下半場，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學識放手，先至可以真正擁抱晚年嘅自由。多謝大家今日嘅陪伴，祝願全台灣嘅老友記下半生無病無災，心境清涼，爽過做神仙。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慢慢傾。阿彌陀佛，感恩大家。